来看芬兰伫咧2023年加入北约了后，为了应应罗西亚的威胁，是真接咧做军事演习。因为这演习的地点有的是真瓦刺村落的所在，有民众烦恼讲，这军事行动敢是会破坏村落的生态，甚至是冲击到因的传统文化。对远的所在传来战斗声，敢若互村落惊到，破坏芬兰北部森林的宁静。芬兰伫5月份甲瑞典甲英国举办大型的军事演习。 其中一个所在位伫罗瓦耶米射击场，这是西欧上大的炮兵训练场，也是主要的村落放牧区。军演除了干扰村落找食，正搁拄到村落断线的季节，也好市村落的民众是感觉真烦恼。 NATOon liittymisen jälkeen tosiaan nuo harjoituspäivät ja harjoitusten laajuus on kasvanut niin radikaalisti, että se vaikuttaa isosti meidän toimintaan, kun samalla alueella tehdään töitä. 罗瓦耶米射击场有特别的地形甲季节变化，被看作是理想的军事训练所在。军方伫当地设置防空壕甲军武的设备，为此清除森林地，直接破坏村落的食物来源，也就是俗称村落青池的第一。村落养殖户是感觉真烦恼，气候变迁已经互环境产生真大变化，村落找食也变甲真无简单。经过增加人为的军事活动，村落养殖业的前景恐惊是真无乐观。 Keläkankathan täällä tuhoutuu koko ajan. Maastoajoneuvot tulevat tänne, panssarivaunut mylläävät tätä meidän jääkälikkokankaat. Ja sitten se miesmäärä, jos tuhansia miehiä, kun tulee tallamaan, niin sehän on. 只有芬兰57个村落放牧区，总共是184000只村落，占全国36%面积。村落养殖户总数是4300多，其中将近3成是芬兰原住民萨比人。养殖村落是萨比人主要的经济来源，也是重要传统文化的代表。 受到气候变迁甲军事活动的相乘影响，必须愈来愈多芬兰村落养殖户甲村落对自然的放牧改做围垦市，并且用人工的饲料来代替天然的青池地衣，来维持村落养殖的生态。安怎伫国安甲村落养殖经济中间取得平衡，将是芬兰政府爱面临的挑战。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。